子華神啊，我一直都係你超級 fans，你所有棟篤笑我都睇晒啦，由好細個都開始睇，睇到今日40歲添，真係覺得你超級有魅力，講嘢幽默得嚟，又有哲理。Anyway， 我發覺咁多年嚟嘅棟篤笑呢，我最中意就係你響十下十下阿帕奇直升鬼果斷嘅表演。我試過拍一套鬼戲，我扮鬼，我要追殺一個女人，我點追殺呢？我要拿住把電線。即係有幾塊葉嗰啲咧，掛喺天花板，有3塊葉嗰啲，咁樣去追佢，點樣追？咁樣。我鬼嚟㗎喎，我做乜鬼嘢啊喺度？驚佢熱啊！你要幾多度啊？因為覺得自己唔夠快啊，咁係打橫咗個直升機咯。即係我啲係阿帕奇直升鬼啊！你明唔明？我合理化唔到呢個角色，點做乜鬼嘢？終於都俾我諗通咗，一隻鬼要追殺人都有好多方法㗎嘛。而最高嘅嗰種方法就係我唔使追你，你自動瞓低。你試問，如果你俾一隻鬼追下，你回頭望一望佢，你見到佢對住你，你唔笑到瞓低？我呢就唔係普通鬼，係用搞笑嚟到殺人嘅鬼，棟篤鬼。唔單止咁啊，我仲揾翻你呢段棟篤笑嘅原片，原來真係你同阿羅蘭姐拍部叫做《4月4日》電影嘅片段，而家播埋俾你睇。咁最後都係想問，其實以子華神你今時今日咁嘅成就，已經係港產片有史以嚟最高票房嘅男演員啦。你睇翻以前嘅戲，會有乜嘢感想呢？喂，你咁多年咁黐埋我，睇到40幾歲都仲唔放過自己。老細如果知道你 office 偷睇 YouTube， 都應該頒個年度最有毅力員工獎俾你，仲要加埋終身唔升職特別獎啦。不過呢，見到你咁堅持，我都要自豪一下。畢竟世上冇幾多人可以有自己 fans 一齊由細笑到老，抵死。你話最中意我十下果斷啊？阿帕奇直升鬼仲特登去揾翻4月4日果斷片出嚟，你都黐線。我講句老實話，4月4日啲 budget 低到連鬼都嫌棄，啲特技差到連 TVB 凌晨時段都唔敢播。依家你揾翻嚟重溫，真係有情有義，證明港產片陪你成長嘅唔止係經典，仲有啲慘劇。當年我同羅蘭姐喺4月4日入面玩到天花板都想辭職，吊線都轉到以為自己真係直升機咁想請年假。成個場景而家諗翻，簡直係拍緊阿媽係女人，以為拍戲好威咩？其實現場每個人都懷疑人生，就好似一隻冇 GPS 嘅鬼喺吊線下邊盤旋，係想做武裝直升機，結果搞到成身冷汗。導演都未 cut 機，我已經 cut 咗自己條命先。你有冇諗過？阿帕奇直升機有導彈，我淨係得把口，鬼都唔驚，笑料都係笑自己，無敵。你話今時今日回頭睇翻啲戲有咩感想啦？我都話你聽啊，當年啲演技如果擺落今日嚟睇，應該要同 AI 揾工爭位，咩 Oscar 直頭係 O 晒腳，即係自己都腳軟噶啦。但係好彩，我當年演戲最大特點就係冇特點，其他演員係拍一部戲就升呢，我係拍10部戲，仲要俾人誤會係臨時演員。你問我點解可以係今日歷史上港產片最高票房嘅男演員呢？因為香港人中意睇人失敗，睇我跌低再起身，起身再跌低，跌低再笑人，然後一齊跌。香港人日日返工返到想死，睇我係戲入面死多幾次，心裏面就有啲安慰。咦，原來有人仲慘過我。其實講真，人生就係咁。你以為你升職，結果老細叫你做多2份工，冇人工加。你以為你啲戲會名留青史，點知青史只係用嚟包燒鵝。咁點？唔緊要，笑住面對。
你睇我以前做戲個樣，仲薯仔過你 office 啲新仔，而家睇返，當年以為自己拍緊荷里活，點知原來拍緊荷里活道啫。其實我睇返以前嘅戲，真係有種想笑嘅感覺，唔係因為好笑，而係覺得自己真係好天真。嗰時以為拍啲咁嘅戲會有人記得，點知而家連自己都唔想記得。不過講真，呢啲經歷都係人生一部分啦。冇拍過爛戲，點會知道乜嘢叫做好戲呢？冇試過醜樣，點會珍惜靚樣呢？你問我今時今日係最高票房男演員，望返以前啲戲有咩感想？你估我唔想講句好彩冇俾人炒？其實每次睇返4月4日啲片段，見到自己扮鬼嘅樣，我都會懷疑人生。點解唔去讀醫科呢？起碼唔會俾人當成活人版跳樓機咁玩。嗰陣拍戲，監製話：子華，依家你要做個有型嘅直升鬼。我諗有型係咪想話我似阿湯哥？點知原來係話我似冇電嘅風扇。人哋職業特工隊阿湯哥呢係直升機頂度跳嚟跳去，我就阿柏奇直升鬼。拍完仲要解釋俾人聽，唔係新口味雪糕。不過老實講，有時望住自己過去啲表演，真係好似睇住前度個結婚咁。一方面覺得自己好傻，另一方面又有啲唔捨得。成日都有人問我點解可以笑到依家，我就係靠不停將自己當人肉阿柏奇去盤旋，冇人救我厚面皮，冇人救我自嘲。咁你問我依家有咩感想啦？就係阿媽話做人要有目標，我已經成為咗目標版啦。我而家成為最高票房男演員，多謝大家使咁多錢。唔少人問我會唔會自豪，其實自豪就等於阿媽話你係全屋最叻，全屋就得你一個咁解啫嘛。我而家睇返啲舊戲，成日覺得自己嗰陣好天真，仲以為戲院有人入場係因為我靚仔，點知原來係冷氣涼同爆谷好食。依家啲後生演員個個型到核爆，我就似一件過期三文治咁，仲賣得咁貴。人生贏喺大家都唔捨得走，我都要自嘲返。做咁多年棟篤笑，個碌都變到似啲過期月餅，唔係用嚟食，係用嚟回憶。講完笑話，啲人笑完又喊，喊完又覺得唔好意思，我笑緊個人點解咁唔值錢啊？不過人生就係咁，最尷尬嗰啲事，最終都變咗笑話；最 cheap 嗰啲回憶，原來先係最值錢。你依家睇返我嗰啲直升鬼片段，可能會懷疑人生，點解我咁鍾意個偶像拍戲會咁白痴㗎？但係放心，呢個世界最恐怖嘅唔係鬼，係自己以前啲決定。最後想講返，如果我一早知自己可以紅到咁，我會唔會拍4月4日？梗係會啦，因為冇呢啲垃圾戲，點證明到人生可以由地獄爬返上嚟嘅？大家都係咁笑下自己，世界先有得玩。你睇到今日都仲笑得出，我都敬你係神啊！